我们最高潮的歌唱完了哦，接下来都很安静了哦。我刚刚在后面站1个小时听那个《西游》，后来真的太累，我垫脚尖站好辛苦哦，我就坐那个手扶梯就慢慢上去，大概剩那上去大概10秒钟，听完了就赶快坐手扶梯下来，好辛苦哦，为了要听《西游乐》。不是，有没有看到我？我刚才桌上本来跟你挥手结果你在闭眼睛，还在用头发。我的头发怎么样？我妹妹剪的为什么一定要给我妹妹剪？就是东区那么多很厉害的美发店，为什么一定要给我妹妹剪？因为要创造部落产业啊。所以我妹妹帮我剪，真的有点像花乳，像吗？给他们说像 Q 我有 Q 好看吗？我不知道反正我今天要上来表演，我妹妹说带这个发型来这边，搞不好会造成旋风。不要我妹妹讲的啦，听听就好。然后跟我妹妹，我们都来台北工作好一阵子，但是其实对自己的家乡都没有忘记。知道丰年祭嘛？去过举手看。哇，你们都没去过，买不起火车票吗？火车台北到台湾800块，现在有听说泰鲁格号用标的到花莲4个半小时，但是只有到花莲而已，到台东还要再加2个小时，这样多少？6个小时半。我们那边没有火车站，所以到台东还要再坐公车。转公车下家走路大概1个小时，对啊，比去日本还要远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所以你到台东就会有一种出国的心情。发现好了，我那边人除了会讲母语，还会讲国语。最近有国际化的趋势，慢慢会有人会讲好阿友。所以不用担心，去那边语言不通，都通哦。国语不是很好而已，听得懂一点点口语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当然我常常鼓励我们出去外面工作的部落的年轻人，有机会都回去。虽然在外面工作很辛苦，但是能回去之后尽量回去。然后我常讲，我都当兵奉献2年给我的国家了，为什么不奉献2年给我的部落，给我的族群？我都缴税那么多了，我艺人呢，缴很多税。我想说，缴那么多税给国家，为什么不能缴一点点钱，奉献一点点钱给我的部落，甚至我的族群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场如果有原住民的朋友，请用服兵役的心情看待自己的族群。当然，我们现在跟上时代的脚步，我们开始招收募兵制。如果你不是原住民的朋友，你可以加入原住民的行列。国军只有3种可以选择：海陆空、原住民、石狮族。你看你喜欢哪一组？你可以填写志愿。报考但第一志愿一定要写阿美族哦，好不好？奇怪，刚刚有被男主的，有吗？编男主第2志愿啊，考不上阿美族再去考编男主，很快。我就不行，要得罪很多族群，不要，族群融合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心中想就好，不用告诉我，你们最想要的是阿美族，不用。好了，然后唱完这首歌也是鼓励我。一样跟我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，有空都回家看看自己的家。这首歌路在哪里？献给各位。
户外